来，1、2、3，柯震邦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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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国民党加油！国民党加油！韩国瑜加油！韩国瑜加油 ！OK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吴敦义主席啊，说2016年的时候败选啊，那时候也没怎么样，意思好像是说没有什么人负责。那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？我想我们现在在选举的最后50几天，我们全党上下要团结一致，而且扩大我们争取所有的朋友来支持我们。现在我们只求胜选，不谈任何败选，一定要有这样的决心啊！我相信我们一定团结之下，能够争取2020的总统跟立委都能够胜选。我们跟现场能不能先不要讲话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。是啊，再请问一下哈，就是说我们不分区的名单啊，那个中常委那个范成廉要递补上去嘛，对不对？名次往前，但是他现在又爆出说主投票部队，那这样是不是又打击我们国民党这边的状况？跟我们说一下。我不晓得这个传言啦，不过无论如何，现在我们名单也好，或者是各地的选情也好，我们大家都要继续加油。那我今天早上已经说了，现在就是不管是总统或者各区域的立委，我们大家全力以赴，然后我们各地能够争取更多的民众支持。现在一切都是胜选模式，一定大家要团结一致。好，谢谢。是啊，请问一下，你还会再跟柯承邦委员啊，像早上谢凤有 MV， 你有打算再跟他拍 MV 吗？我刚刚跟他做1日的学徒，我还可以跟他做很多事情啊。鹿港有太多美丽的地方啊，和美有很多精彩的故事，那我都可以跟柯承邦来呈现出来。我现在就是一个好的助选员嘛，只要大家有什么样的需要，我就全力的配合。好，谢谢。那个请市长跟我们2位来拍一张完美照，好。